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，中国真袂爽，为各方面开始来报复台湾。先来看这个中国的解放军，为昨中昼开始，离咱4颗练登的海空域做实弹军事的演习，来发射东风飞弹甲远程的火箭。根据中国因家己官方媒体的报道，讲因的解放军总是出动着上百架的战机，甲10外台的军舰。伊嘛来分析着1996年的台海危机，甲即届无同的所在。讲当年演习的地点，敢若伫咧中国的沿海，但是即届是用立体包围为目的。中国媒体阁来分析讲，即届对台湾来实施着海空封锁的演习，毋但对台湾的影响真大，同时嘛甲美国的第一岛链甲踢起来。中国解放军4号开始在台湾展开军事演练，出动正百台战机和10外只军舰。佮讲实弹发射技术已经完完达成，解除相关海空域管制。若是安怎会安排伫咧台湾4个危险所在？听中国学者分析，讲安尼会当达到战略封锁和包围的目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海空的这个实弹封锁演习，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一个堵塞了这个美国的所谓的第一岛链，这我们也控制了台湾西南部的叫巴士海峡。另外，中国官方媒体嘛分析，1996年和即摆台海危机无共的所在，为地图会让清楚看到，哪些区域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阵解放军军演的所在，主要集中伫咧中国沿海地区。如果跟96年相比啊，我们还有一个首次，我们首次把我们的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场设在了这样一个东部。除了演习的范围无同，即摆嘛是解放军离台湾上近，嘛是第一摆对台湾做包围的演练，唔来当直接甲台独势力吓惊，卖当互佩洛西的专机摧毁别条航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军已经在台湾岛的南部、东南部和这个巴士海峡部署了我们的海军兵力。同时，在东部和北部也部署了我们的军力，对它形成了一个勘制震慑的这样一个作用。面上请个特别讲，即摆解放军发射飞弹，头一摆飞过台湾天顶，而且佫是飞过台湾还佫只飞弹规划所在，强调解放军早就已经甲咱台湾看甲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